唱歌的阿美族，成为文化里的阿美族。电光部落，歌声里的文化附振。1807年，电光部落自屏东满洲迁至台东，保留了完整的恒春阿美族文化。2006年，文化行动找回我们的巴格伦奈，开启复振之路。电光石火记录历史，竹轮花15年穿回失传50年的服饰，2024年再找回失传60年的祭歌。今年，青年将生活歌谣唱回生活中。排练日或长辈家里，歌声总在闲聊与糯米两种流动。阿美族的饮酒哲学，马芬，让歌与情感慢慢酝酿。这是跨世代的学习，不只是歌，更是生活智慧的传承。